智能籃球防守機械人開發計劃。本項目在開發一款智能籃球防守機械人，利用先進嘅 AI 技術進行戰術模擬，透過高速移動達到 1.5 米每秒，同埋實時數據反饋，顯著提升籃球防守同埋進攻嘅訓練效率。主要功能：AI 戰術模擬，支持15種進攻動作模擬，能夠隨機生成防守策略、速度同埋靈活性嘅訓練。數據反饋目標市場：本產品適合於職業籃球隊、青訓機構、商業場館，可以滿足唔同客戶嘅需求。硬件配置：靜態型預算為8萬元，移動型預算為20萬元。年費服務：提供年費數據服務，收費12000元每年，持續為客戶提供數據支持同埋技術更新。預期成果：首年目標覆蓋30家職業籃球隊，申請3項專利，推動技術創新，實現訓練效率提高 40%。核心優勢：動態選法，實現智能化嘅防守策略生成，模塊化設計，便於升級同埋保護，滿足不同場館嘅需求。科技體育融合，推動籃球訓練同埋現代化嘅數據。